讓香港人知道其實海外嘅香港人都係同佢哋一齊，對於呢件事都係非常之痛心。呢個唔單止係好不幸一個火災，佢係一個一連串政府嘅失誤，再加埋有貪污圍標嘅情況之下發生嘅一件災難嚟嘅。到而家政府都係冇去回應到呢一個圍標嘅問題啦。我覺得係利益嘅一種勾連嘅嗰種結果咯。其實呢場火燒穿嘅係一個真相咯，我覺得好痛心。有香港市民因為發起聯署要求獨立調查而被國安處拘捕，中共駐港國安公署更以在亂港為名介入晉升，引發更強烈的民憤。梗係好嬲啦！當人民係草芥，漠視民意，呢啲係政府嘅責任，應該追究政府。根本無法治可言啦！佢哋其實應該要面對佢哋貪污啊呢啲嘅問題，而唔係用國安嘅手法嚟到去滅聲咯。透過聯署表達意見，這是非常基本應該要被保障的權利。由反修例一路演變到今日，一路咁樣腐壞落去，究竟有幾多呢啲咁嘅慘劇再發生呢？許多市民手捧鮮花，點亮蠟燭，悼念罹難者。同時，他們要求港府徹查真相，追究責任。更有港人呼籲民眾要認清中共的本質。我們必須要更團結，在國際上產生更多壓力給到中共，讓更多人知道中共的惡行。一日共產黨唔倒台嘅話咧，香港人咧都冇可能重新得到自由。希望呢個加拿大政府覺醒，唔好再同共產黨合作。更多勇敢的華人站出來為正義發聲，才能避免這種悲劇。